来赶快是有关健康的消息。卫福部今日公布，2021年咱国人前大新10大新第一名的癌症，已经连续40年排第一名。随着人口老化影响，去年死亡人数甲今年一年比较起来嘛，增加万多人。另外，2021年癌症死亡的时钟已经到10分钟过10秒，即比去年提早20秒。卫福部认为讲，有可能甲疫情，民众无啥敢出门去做癌症的体检有关系。今个月起伫3级警戒，台北街路拢无人。去年为新冠病毒，民众减少出门的时间，出外嘛拢挂嘴暗。2021年死亡人数有184272个人，比前一年增加6.4%，是2016年北洋寒流了后头一摆增加。主要是人口老化和冬天低温。近5年，我国65岁以上人口每年大约会增加16到17万人哦。那所以受到该年龄层人口快速增加的影响，死亡人数也随之增加。根据卫福部公布，前10大死因第一名是癌症，连续40年冠军，所来是肺炎、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等。新冠疫情是19名。不过因为疫情减少了社会活动，所以110年运输事故的死亡人数是创了历史的新低。卫福部统计，为着新冠病毒直接死亡的有896个人，65岁以上占7%。死因上大宗的癌症前3名是肺癌、肝癌、结肠癌、肛门癌，806以上是55岁以上的族群。死亡时间嘛减少到每10分10秒都有人癌症过身。因为疫情，所以其实可能在有一些部分，就是大家因为恐惧不能外出，影响到可能有定期就诊，或者是那些的状况，他们可能会因为这样，然后导致病情或许会加重。虽然疫情期间民众唔敢出外，不过早期体检、早期治疗，才会当减少癌症的死亡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